继续来看台北某一间幼儿园发生虐待佮拿手性侵囡仔案件，惊动社会。有议员是佮在批评讲，这细陈的教保官去互检方来起诉了后，这教育局是过尾20天啊，才开始要共处分。那教育局是驳回讲，这第一时间就已经有甲当事人甲停职，这一世人嘛袂使佮做教保员。 台北市一间幼稚园由国防部放出无利用的空间，交予教育部委托某私立学院经营。所发生园内一位男教保员甲2位女教保员涉嫌虐童甲猥亵、错过受害的幼囡仔超过2位数。市议员柯淑华侧伊搁在批评讲，台北市教育局伫细陈的教保员互起诉了后，过尾20天才开发，处理真慢炖。我们可以提早保护更多的小孩，是不是可以避免更多小孩受害？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，家长完全在都不知情的情况之下，继续让这个幼儿园继续让他们再收托这些学童，扩大积极的调查，认定属实之后，我们在11月11号开认定委员会，对该教保员用最重的裁罚包括罚款60万以及终身不得聘任。 副市长林月华也回应讲，案发了后，市府第一时间就成立跨局处的小组处理，加长工召开应变小组的会议，甲教保员停职无拖刷。教育局也强调，已经对涉案的3个人开发停聘，也已经要求国防部1个月内甲业者终止契约。也因为这个学院伫基隆，也无排除刑物互基隆市府。11月20号，我们就发文给国防部，就是要跟他讲说，在1个月内，要终止相关的委托契约。那我们希望他能够。 要立刻停止关联，然后而且是要让这个法人立刻要做更换。基隆市府表示，这个学院伫基隆有2个据点，这位教保员毋捌伫基隆任职，教育处会赶紧安排督导进行访视。这个学院伫台北阁有受委托经营的另外一间幼稚园。台北市教育局强调，目前也未收到相关的通报，会加强稽查甲了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